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7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屏东邦山群聚感染已经12个人确诊，其中8个是染到Delta变种病毒，打邦寮阁增加1个，当咧调查敢有相牵连。受到Delta变种病毒的牵连，邦山当咧大出的爱文山影介绍半边2成，若搬上唔愿收，连赶出去嘛无人要治。对今日开始入境强制爱大防疫旅馆袂当自主检疫，有民众就怨叹讲，想过临时袂付订房，是少人逃走回去厝。新闻一开始就先来提醒咱的观众朋友，防疫千万袂当放零。虽然讲这几天的确诊人数有下降，不过搁较高为人的Delta变种病毒已经探入来咱台湾啦。最近严重的屏东邦山群聚感染，计共有12个人确诊，其中有8个人就是染到Delta变种病毒。政府要拼伫咧3天内，甲屏东、凤港、甲善有这2个钟头，18岁以上的民众做完体检自由标。另外，屏东的邦寮今日嘛增加1个，甲邦山的群聚敢有相牵连，当咧调查。在大雨中，民众虽然保持社交距离，也是出现排甲长落落的情形。为防堵印度Delta变异株，屏东县要求邦山县于本港西向顶向轻快筛，因为人数伤过济，加开加6个小体检站，搁增加邦寮各小站。不过因为是有约制，有民众到场煞无法度住。今摆无来，今摆无，明仔载来哈。屏东县伫礼拜二增加1个新冠肺炎本土病例，确诊者是73岁果农，因为被大医开刀者PCR采检出阳性，初步疫调果农生活单纯。不过6月20有台北亲友来要到病院看诊甲陪病记录，目前无查出感染源。有好几次陪他太太去医院就诊，还有他自己去就诊的一个足迹。官府表示，果农感染的病毒株正咧比对，伊甲感染印度Delta变异株的14409例有1天定下拢去过邦寮病院，只是14409是急诊，邦寮果农是门诊，无共款的空间是毋是有关联，爱去调查。目前的这个定序结果的话，就是2位境外加上6位的本土，所以总共这一个群聚有8位是已经完成定序结果，都是Delta的病毒。邦山群聚感染12个确诊者比对出8个拢是印度Delta变异株。官府礼拜1开始连续3天为善于本港地区18岁以上PCR甲快筛拢阴性的全民注 A 剂疫苗。有人烦恼病毒传播力升过强，建议封传2礼拜。还是害怕，还是恐惧，会。可是没出马没杀也可以了啦。在过去双北的一个疫情正大爆发的时候都没有封城。在我们以强化的警戒当中，可以目前也没有这种封城的考虑。官府无考虑封城，按保密路回国的祖孙2个人入境了后，坐防疫计程车登去屏东，防疫计程车司机也伫疫调当中。另外，还佫一个白牌车司机，因为在接触过祖孙的染疫者，也确定感染印度Delta变异株。记者综合报道。咱拄则讲到的屏东邦寮确诊个案，目前也未找到感染源，而且互人较烦恼的是，这个个案伊住伫咧台北的亲人最近有去小找，所以台北市长郭文哲今日就提起市民要提高警觉，因为这款Delta病毒嘛有可能会探入台北。Delta 印度变种的病毒来势真凶猛，台北市长郭文哲无开记者会，是伫咧面册公布，台北市也可能有Delta卡抓。邦寮乡民众案例14734是一个73岁正家姐人，开刀进前确诊，开刀进前做摆甲太太到邦寮病院去就诊，甲邦寮乡12名Delta确诊者，拢捌去过邦寮病院卡抓定他。李个案住伫台北市的小北甲袂使，6月20早起捌去邦寮甲伊探视，虽然专程有挂喙暗短暂开讲，迄天家己开车转来台北，有2个人退休无上班，初步已经调查无伫台北市的公共场所卡抓。台北市政府已经安排到阳明病院采检，即阵伫等待 PCR 的结果。有一名新增的屏东枋寮乡的确诊个案，他曾经跟2位台北市民有过近距离的接触。虽然说都有全程戴口罩，不过呢，台北市也不敢大意，目前已经安排了2位市民进行 PCR 的采检，并且进行隔离。郭文哲提醒，疫苗也未普遍注射进前，也是要维持管制做法加边境管制。就算挂喙暗，伫家户内底近距离来接触，拢可能去围着。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搁再呼吁中央采取入境全部检查至少2摆，加病毒组织在境外。我说该说的话，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会全力以赴。
侯友宜甲前一天强硬的态度较无共款，不过副市长刘浩莲忍袂住火就全开，批评对去年的催暗的政绩，到今年民间团体采买疫苗，结果到Delta变种病毒边境管制，我那摆强调中央态度唔对，强硬来回击。所以能不能拜托我们的中央卸下心防，不要看到新北市的建议，你的防卫心就起来。有好的建议，他一定很诚恳的反映，反映过后。中央经过专家学者决议，如果不行，我们也不会再多说一句话。而且新增加41例本土的个案，其中2例甲北龙互相受的感染有关系。而新北家禽合作社25、26两天总共检查613人，有21人确诊。新北市下令移工完全隔离停工，休市1天了后，27透早开始正式来营运，必须有快速检查阴性的证明，才有速度入场。人员是下降减少4成。记者综合报道。受连续10天无确诊病例，台南今日一声就增加8例，是一桩家庭烧坏案例。目前怀疑讲是厝邻的人去中华探病，带病毒转去厝邻。好佳在目前考到接触者采检的结果拢是阴性。连续10天无新增加确诊案例，台南而且雄雄新增加8个家族确诊案例，包含60多岁翁仔某，甲因带斗阵的30多岁第2查某囝甲3个外孙，以及无带斗阵，不过定定来往的30多岁第3查某囝甲1个外孙。8人内底外公26确诊了后，台南市政府马上列出接触者来采检，才发现这个家庭互相相互感染。另外，这个感染的途径，台南市政府除了病毒检体送到中央去定序，确认是毋是甲进前Delta病毒有关系。另外，由带斗阵的第2个囝婿6月初北到这个中华感染疫区去探病，无排除传染的可能。在6月10号的时候到过彰化的热区，所以但是在这一波的采检，它本身是没有症状，并且是 PCR 是阴性，所以我们强烈怀疑，这位同住者可能是最早的一个感染源，所以我们将他的血清送中央做一个血清抗体的分析。市府透明消毒，并且准备在附近的所在扩大来检查，也已经有手机的定位协助精准疫情调查。本来即阵列出104人 PCR 采检报告已经出来88人拢是阴性。另外，确诊案例内底，几内人对6月70开始就症状坐摆到诊所看医生，拢无妨发现。台南市决定准备1万份快速检查剂，互基层的诊所，希望赶紧找出感染源。已经不止一次的去看诊，那结果都没有发现。这个错过了蛮多的时间点，所以我们也特别拨了1万剂的快筛试剂，提供给第一线的诊所。另外，对着Delta病毒确诊案例捌去过台南，台南市决定提高警戒，加列出的4名接触者送集中检疫所收治。黄伟提呼吁6月7日去过屏东邦山的台南市民主动来检查。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内增加88例新冠肺炎的本土病例，各有9个人破病过身。最近网络顶的风声讲，使用 mRNA 所制造的疫苗，亲像是莫德纳，注入去会伤身体。不过指挥中心今日是出来驳回讲，未有这款情形。不过欧美国家最近是发现讲 ，mRNA 疫苗注第2剂了后，心肌炎的比例会较悬，30岁以下的人上界明显。国内各增加88例新冠本土确诊病例，指挥中心表示，以新北市41例上济，第2是台北市33例，台南市8例，桃园市3例，屏东县、南投县甲新竹市各1例。这2天都有一些相聚的一些群聚，对大家也很担忧哈。那不过整体的这个趋势来讲，它还是在往下。也增加9例死亡个案，是3例男性、6例女性，拢有慢性病史。年岁伫40多岁到90多岁，其中3例是阴转阳的个案。只有1位是算在院内当中接触其他确诊者，这个是序号2号，在这个5月15号因为这个肺病发作去住院。那在医院当中，因为后续有接触到院内其他的确诊者，所以5月27号就在做采检，这时候 PCR 转阳性。序号8跟序号9的这2位他其实本身的家庭当中就有其他确诊的病例不过在在住院第1次做采检的时候那筛检都是阴性那后来才转成阳性。特地国内开始做莫德纳 mRNA 疫苗了后，网络也开始谣传，注这疫苗了后会互助的人加做全基因生物体。指挥中心表示，疫苗当中的 mRNA 未以任何方式改变人体基因，或者是产生到副作用。不过，特地注意的是，国外统计 mRNA 疫苗注第2剂了后出现心肌炎的比例，有比背景大较悬，特别是30岁以下，包含青少年。
12岁到30岁中间的这个成年人，特别是男性发生的机会比女性高。但是目前报告只有300多例是经过病例回顾之后是确定有心肌炎接种疫苗后有心肌炎的这个病例，所以发生率还是蛮低的，大概100万分之12。台北市市场关注继续小指挥中心宣布市场6大管理措施建议，人员健康管理、人流管制措施等，要来提升市场感染源控制效率。未来只要打伤确诊，隔壁单位的工作人员拢按直接居家隔离。这2天也针对市场的部分，各公布新的指引。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阻挡800款的变种病毒，即马对7个高风险国家入境的，全部拢爱带集中检疫所。若是对其他国家入境的民众，嘛拢强制爱带防疫旅馆，袂当自主检疫。今日是新制度实施的头一天，机场的情形是规个乱糟糟。有民众怨叹讲，这个新规定伤过临时，因未负准备，甚至阁有人软检疫系统的空胖逃走回去厝。入境的旅客是没办法居家检疫，一定是要住防疫旅馆的。机场的工作人员伫入境的大厅大声地讲，自主检疫全面来取消，所有入境的人除了高风险的7个，住伫集中检疫所以外，一律爱住伫防疫旅馆。未少民众讲，新制实施是伤临时啊，互因拢袂赴来准备。他多花了3万多块，近4万，为什么要这么临时？我们所有人其实都不太了解这事情。所以什么时候知道说不能居家隔离的？昨天晚上，一个大人只能带一个小孩，这2个人就是7、8万的费用。未少入境返来台湾的民众，挂着行李，原本准备要回去厝的自主隔离，常常要住伫防疫旅馆，只有在机场临时来订房间。你民众入境爱写入境检疫系统主题的选项，即阵已经看无这个选项啊，而且真侪防疫旅馆无公开名，所以讲系统上甲人交选其他防疫旅馆，结果有民众家己写旅馆的地址，突然有人写家己厝的地址，偷偷走回去厝的。指挥中心讲，新制实施的头一天，有12位民众走回去厝的。大概有12位，他还是回到家里，地方的李干事就马上立即协助这个还没有找到防疫旅馆的这个旅客安排他们到防疫旅馆去入境的检疫系统设计有缺失，对机场到防疫旅馆这段路也无强制规定，一定爱坐防疫的车队。有原的未少人，有原坐出来带人的车，恐惊真多这个防疫的破坑。也是家人来接你吗？是啊。你们不能居家隔离，但是反而可以让家人来接你们。那又能怎样嘞？台湾的防疫漏洞本来就一大堆啊。另外，技术员也是住伫宿舍检疫，外界烦恼讲2套标准，也可能真多防疫的破坑。他的宿舍基本上现在的要求都是1人1室，其实跟防疫旅馆是一样的。相关它的调配，那里面的管理、录影机也都相当的完全了但市长表示，入境强制住伫防疫旅馆的规定会随着疫情变化来调整，爱全民共同来体谅。到25为止，全台湾的防疫旅馆有21783间，使用率将近3成。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屏东邦山爆出 Delta 变种病毒受惠案例，那当地居民规个拢是心惊胆吓，连邦山当咧带出的爱文山影介绍吧，跋变2成。真侪搬商听着讲，产地是伫咧邦山，拢无愿意收回，甚至连赶出去都无人要治。规树的爱文山影，毋过树骹数几啊粒放咧烂。虽然山影大出，毋过受到这波Delta变异株的感染影响，农民心情是有够歹。看起来都好好啊呢。没有价钱啊，不无成本。伫产销班内底，爱文山影原本准备出货，毋过装箱煞耽误搬上收货。每年5到7月是屏东邦山山影的产季，毋过最近邦山乡发现Delta变异株群组感染，农民讲只挂邦山2个字，拢无人来买。你有看到有人吗？你有看到我们在装箱吗？没有啊。我们是榜山乡榜山村，主要的疫情。你知道那个善屿跟丰港离我们这里几公里吗？不止爱文互人污名化，网络顶悬甚至谣传，屏东县的农产目着病毒会进入消费者厝内。不少邦山的山野农民表示，疫情影响已经互原本是要继续落1到2成，即马佫传出Delta变异株感染，互订单是挂零，就算捐出去做爱心，也不一定有人要爱。孤儿院也不收了，端午节以前有送一批90箱。对。出去，他们说，现在也不收了。
安尼情形，连带伫屏东的作家梁庆台也伫面册替农民发声，希望帮助农民。官府表示，目前接到农民反映，退订情形伊送到厝的单仔较济，毋过电商通路也是真稳定，也协助农民卖出去。记者综合报道。农产品的销路受疫情牵连的，有婚林，因为北农的菌株感染，菜市果子的销量减少，婚林送去北部卖菜市房体超过3成。婚林在地西丽果菜市场，嘛是台湾的其中一个大菜市，交易量占全台湾的1/5，所以西丽镇公所即马也咧争取讲要优先注疫苗。提糖的菜市工作人员将塑胶袋拍开，搁倒伫另外一个菜篮，准备将这个菜提去报废。因为最近有婚林菜市通路商陈小班发现，受到北农爆发菌株感染事件影响，多少有菜互人提倒来，这成本拢爱吸收。本来一般像即摆咧落雨，照理讲是会起价物件。本来阮是拢差一天交货量拢差2-3万包，但是变成这2天啊，因为北市北农的关系，变成消费者恐慌，变成一天差不多伫几千包左右啦。合作场人员表示，最近菜味提倒来超过3成，毋过其实为做好防疫，菜市包装了后运输进程拢会消毒，请消费者放心。最近受北农事件影响，菜市交易量占全国1/5的西丽果菜市场也无用注册。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是今天开始，我们先做所有我们摊商，还有包含我们6、7栋的一些农民，我们先造册。我们这是未来说所有的资料，我们先造册之后，我们是之后有农粮署有疫苗给我们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帮我们所有的摊商，还有我们那些农民，可以争取说优先可以施打疫苗啦。最主要还是要以施打疫苗最重要这样。西丽镇公所表示，西丽果菜市场员工79人，全市场大约有880家，每天固定伫市场出入人数超过3000人。虽然最近已经货运司机捆工差不多200人已经做疫苗，不过出入市场买菜人大部分来自各县市，要由农政单位提出更较完善的防疫配套，降低染疫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回来关心。英国的卫生大臣 Matt Hancock 向亚讲，伫咧办公室甲助理有亲密的接触，这项指控毋若是一在感情的摆带，佫较是因为无遵守防疫规定，6月26正式请辞。另外，因为传染力真惊人的 Delta 变种病毒，澳洲雪梨已经封城2礼拜啊，而且拄才解封的葡萄牙里斯本嘛佫缩按防疫规定。Those of us who make these rules have got to stick by them, and that's why I've got to resign. 原本应该做好模样，其实带头违反防疫规定。英国卫生大臣韩考克做到太阳报表示讲，伫办公室兼女助理毋若讲入去绯闻的风暴，更加无遵守社交的距离。或者伫咧封城的英国民众是真生气，26伊向英国首相强生正式来请辞。强生办公室表示，已经任命前财政大臣贾维德接替辞职的韩考克担任新的卫生大臣。受到Delta变异病毒影响，英国延后解除封城1个月，却是引发民众不满。几若千人行上伦敦的街路上，除了抗议封城，也各自为无同的议题来发声。不过共同点就是，我都搁在规日厝内底啊。澳洲雪梨也遭到Delta变异株的侵入，造成陆续110例互相相互感染。27开始实施严格封城2礼拜，却是永远挡袂掉部分民众踅街去海边啊。To be honest, that doesn't really feel like a lockdown. We just walked around the Paramount Park and there's heaps of people out. 另外，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也遭到Delta病毒入侵，解封2个月了后，又搁重新来升级防疫的做法。餐厅甲咖啡馆拜六前营业到下晡3点半，店头讲收入大大减少。另外，举办婚礼甲受洗场所应接纳的人数上限缩减为原本的25%。不过，在西班牙由疫情较厉，政府宣布26开始解除户外挂喙暗的命令。实际来看，一个马德里的街路上，多数民众有缘甲喙暗拢挂掉咧。西班牙政府表示，全国4700万的人口已经有半数至少注射1剂新冠疫苗。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AM 新闻为观众朋友整理今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日加强是增加88本土病例，各有9个人染病死亡。咱来看各县市的情形，新北市41例上介济，台北市33例，台南8例，桃园3例，屏东、南投甲新竹市拢有1例。目前咱全台湾已经有14600多例啊，
本土病例占其中的13411例，死亡人数有632人。咱台湾第2间国产疫苗厂联亚生技，连去做第2期临床试验的其中分析报告，结果显示讲，伊的安全性甲药性的动头拢真好，所有的受试者拢无出现疫苗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会伫咧6月底申请紧急授权。联亚强调讲，UB612的疫苗无需要用真低温来保存，所以会比辉瑞等等 mRNA 疫苗更较有优势。联亚嘛强调讲，对第1期的受试者检体分析 ，UB612的疫苗所产生的免疫反应，有法度应付即马当咧传播的 Delta 变种病毒。台大病院对6月29开始取消伫咧厝办公，所有人员正常登去病院上班。毋过有真侪人就烦恼讲，即款 Delta 变种病毒拖入来台湾的时阵，台大病院做即款决定，敢会伤过冒险咧？医方就表示，因为病院的员工有9成6都已经做过第1档的疫苗啊，所以慢慢啊恢复病院的运作。疫情严重的时阵，台大为着保留医疗量能，降低手术甲门诊的作业，并且为着维持基本的营运，采取分层分流甲特殊办公。不过，即阵确诊的病例数最近无明显的上升，民众就医确实开始增加，加上依赖当年第1剂疫苗注射率已经达到96%以上，而且已经过2礼拜啊。有保护力，所以讲经过医务会议决议，要求全体人员后日起回来病院上班。台大医院的门诊从本来的降到2000多，他们事实上有需求，所以我们慢慢让他们回来看。疫苗台湾2周一次，装备现在都充足，然后是慢慢开始，也不是一下子都恢复到本来的门诊。离新冠变种的病毒 Delta 侵袭全球，就连屏东邦山乡对秘鲁返来台湾的祖孙啊，也是去挖到印度的 Delta 变异株，医师伫特殊检疫时为何厝边？伫进前，中国更加出现一站，敢若接触14秒就去挖到病例。Delta 的病毒由于是上呼吸道传染，所以它的传染力非常的强，比英国变种病毒的传染力还强了60%。在集中检疫所里头，即使是你去给他送饭或者给他探视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有可能因此而造成传染，所以应该要多加几次筛查的动作。医师认为 ，Delta 恐怖所在就是产生重症的几率悬，症状甲感冒真同，造成专业人员无度来分辨，而且传播率真紧。所以讲，要依照去年的应变方式来加强检查、增加检验，并且增加疫苗注射的速度，才有法度让这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记者综合报道。路边迄款叶红的店是真侪民众消遣娱乐的所在。不过，因为3级警戒禁止营业，有业者就表示讲，全国有9000多间叶红的店，据无6万人是靠这咧食清，已经真侪人拢咧要止赚袂掉啊！希望政府会当小可放入防疫规定。因为疫情封起来，袂当出入的叶红店，内底一台来开关拢塞掉。业者讲，即马无收入，搁要纳厝税，营业税甲5路税搁对咧来，真正经袂掉。我们的税金，这个都是每个月都要缴的娱乐税，而且对我们非常不公平的东西，我们还要再缴营业税。我们台湾有哪个产业来讲的话，是每个月要去缴2种税金的？受疫情影响，叶红店甲真侪行业拢禁止营业。自动贩卖商业同业工会表示，希望政府会当小可解封，在安全的范围之下，会当让这个产业一丝空间。我们希望在营业的内容里面的人，这个消费者不超过5人以上，做营业的管理。业者指出，政府的补助目前是用负责人来算，但是实际上有的人手头的店面唔拿一间，这款补助的方式实在帮助有限。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考虑甲协助，让因的产业在目前疫情这种情况之下，符合防疫，阁会当来经营。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26度到32度，
大都地区26度到31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下暗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